分鐘教會你動態模式分紅。做老闆嘅，你嘅品牌都想多啲人參加。喺傳統嘅方式咧，我哋叫做常態模式啦。OK， 係會點樣做咧？你係出品牌，咁投資方咧就開咗間店啦。你攞翻40%啦，你係品牌方。咁而投資方60%利潤入邊咧，佢當然咧會分咩咧？就係佢自己啦、店長啦。但係呢種模式咧其實係激發唔到咧成個生意，同埋品牌方可以延續到呢種咁嘅市場推廣嘅。係啦，咁應該點做咧？我哋要懂得一個叫做動態模式。動態模式咧喺今時今日咧都比較常用，但係好多時候咧用得好咧同埋戒得靚咧，就要睇下對呢件事嘅理解。而家有投資方咯喎，咁你自己係品牌方、店長，咁呢個動態我哋叫三方分紅啦。咁我哋會分為就係話回本前、回本後。喺回本前，我哋要懂得一樣嘢，就係我哋要喺人性角度去考慮。其實成件事入邊，店長佢好希望呢度都賺多啲錢，係咪？而投資人呢，佢好清楚就係最緊要回本。品牌方最主要就係想佢個品牌能夠繼續擴充，做好成個嘅市場營運。佢三方入邊呢，都有佢哋自己嘅個人目的嘅，係咪？好啦，投資人回本好重要。回本之前呢，必須要俾多啲佢嘅。假設呢度係50，品牌方喺呢度呢會係30。呢度係20，好啦，要點樣令到店長喺回本前都咁落力呢？同佢簽份協議，回本之後呢，你係可以有30% 嘅回報。咁而品牌方呢，當然啦，後期應該係到40%，而投資方呢，佢可以相對呢將佢嘅分紅嘅比例呢可以降到去30%。回本前、回本後三方分紅嘅動態，我哋叫模式係好適合今時今日呢你個品牌去點樣延續嘅。